今仔日是3月初8妇女节，国内有一间卖厝的中人集团根据到金融认定中心上届新的买厝贷款资料统计，发现全台湾20岁以上的女性，这买厝的材料是无适合查甫人哦，而且这买厝的比例呢，逐年拢伫咧增加，去年来到48.2%，创下这10年来的新高。进一步去观察这去年6都女性买厝的占比，发现台北市女性买厝的占比上届悬超过50%。因为70多岁的地小姐，真侪年来拢真欠，靠家己的力量买新北市这间25平的厝，互一家伙仔有一个温暖的家。只是讲啥哪买细厝是买厝，地小姐讲出伊家己的人生铁塔。今天你买不起1500万的房子，那你就退而求其次，买个700-800万的。也许吧，也许会有人觉得说700-800万也是一个负担。可是我的想法是，你要有大的目标以后，你才能够有小确幸。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去年女性大概人逐个月总薪资大约是5万2，和10年前的4万2比起来，薪资成长是超过2成。女性的薪资成长真多，加上新世代的女性要结婚、要生囝的比例变悬，无家庭和饲囝的负担，女性更较有能力替家己买厝。有帮务集团统计，全台20岁以上的女性，最近4年来，女性买厝的占比对2020的47.2%，到去年已经起到48.2%。以6都的女性来看，台北市女性买厝是6都的冠军，超过5成。但是买到的厝嘛是6都内面上细间的，平均间都36平。中小坪数，特别是那一种这个20平以下，总价可能落在1500万以内的，主要的标的会以这个有管理的大楼为主。好，因为毕竟女孩子可能会比较这个在乎这个社区的这个保全维安啊。专家分析讲，女性的薪水变悬，加上女性投资理财观念是比男性较保守。除了家己大，真侪女性会做投资，会买厝来做资产，还是做人，当做一种累积财富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